大家好，我係殯儀先生子力。近排收到好多詢問，究竟我哋幾時可以拜山啊？新山不過社又係乜嘢啊？其實新山不過社咧，新山就係指上年清明之後新落葬嘅墳墓，又或者新上位嘅龕位。而社就係等於春社，響古時仲係農業社會為主導嗰陣，每年春社呢個日子都會祭祀大地土神，祈求未來一年風調雨順，農作物大豐收。為咗避免同呢個大喜日子相衝呢，所以每年春社或之前去拜祭新山。亦都另一個民間嘅講法就係地府嘅閻羅王為咗歡迎新加入嘅朋友仔，俾個優惠佢哋可以喺清明之前率先受下後人嘅香火同埋祝福。再簡單啲講啦，若果2024至到2025年新嘅上位或者落葬嘅，就可以喺西曆2025年3月20號春社或者之前去拜山。咁2025年嘅清明重陽就可以唔使再去，直到2026年就可以一切回復正常㗎啦。